我个人是12:10就到，就是805的我们本身的救护队，在平常前几天呢好多次，多少都有了，担心讲。现在这个服务会有那个计划是健康有。先辛苦了，加油！好，这是红十作业队，就是开设指挥所的，开设指挥所。吃完吗？吃得完吗？好，加油！接着我们先总统。千里迢迢来到这边，但是受到地震的折磨，这些我们要交的案子啊，肯定都会受到影响。那像我们。都是用这个花岗石食材，有将近90%都是从花莲运过去。岳峰啊，有什么其他再利用的方法？没有总统报告，包括铺路啊，包括建案的级配啊，这些都会用到。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堆积这些破碎的。我们要把这清除，工厂心情都非常的难过。召集它可以执行对空、对地，我们连队所担负的一切的任务，是在 F16的部分是担任了日夜间的2项6分钟的时间及拦截跟照相的这个任务。那谢谢总统。